就提到咧有關於特別台灣啦中國啦啲科技產業咧，其實最近嘅表現都係相當之強勁啦。咁我知道咧，你哋宏利中華威力基金咧就係志在投資於大中華地區嘅。咁係咪用呢一種策略咧就好過我單買港股咧，更加能夠捕捉到咧而家嘅投資機遇咧？宏利中華威力基金咧係同 Karina 啱啱講嘅係對嘅，就係我哋主力咧係喺投資喺大中華股嘅股票啦。基金經理係用一個由下而上嘅選股嘅方法去挑選股票嘅。咁主力有中國啦、香港同埋台灣嘅股票。咁而喺我哋4A 嘅投資主題裏面咧，入去第4季，我哋覺得尤其是喺技術升級同自動化嗰兩方面咧，係更加有多嘅機遇嘅。咁頭先都啱啱講咗，我哋睇對半導體同 AI 嗰方面嘅投資嘅睇法啦，同埋有一啲嘅投資嘅主題同埋嘅公司。咁而我哋覺得走向海外咧，其實中國有好多公司咧，今年都受惠呢個大趨勢嘅。尤其是醫療嘅公司嗰方面。如果你睇下一版咧，都會有一啲簡單深入淺出嘅圖，可以俾大家有個深刻啲嘅印象啦。咁如果左手邊咧，你見喺醫療方面咧，你見今年 MSCI 中國咧 healthcare 即係醫療個板塊係升得十分之強嘅。個原因咧係因為中國有好多創新藥嘅藥廠咧，其實而家喺研發嗰方面咧係領先好多其他嘅產業嘅，而一啲外國公司咧係用呢一個對外授權授權交易嘅呢一種模式咧，係同中國嘅藥廠合作。咁換句話嚟講咧，中國就基本上就同俾佢哋去一齊做研發啦，做呢個商業化啦，同埋做呢啲 clinical trials 即係啲試藥嘅程序。咁從而中國嘅公司會收到美國嘅一啲嘅交易嘅款項嘅。咁呢個咧，你見呢個大趨勢咧，頭5個月咧都係仍然十分之強勁啦，亦都冇受關稅嘅影響嘅。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亮點，而我哋覺得呢個係繼續持續嘅。另外咧，我哋喺技術升級方面咧，我哋除咗半導體啊、AI 呢啲投資機遇之外咧，我哋亦都睇好自動駕駛嘅供應鏈啦。咁右手邊呢度都有幅圖嚟，你會睇到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零部件係需要啦，無論係啲感應器啊，無論係啲軟件等等。而基金亦都有投資喺呢一啲嘅地方嘅。而喺中國嘅大藍圖咧，由而家到3年到5年後咧，自動駕駛嗰個滲透率咧，會由一個低水平大概8% 度升到大概55% 度嘅。講緊成個工業鏈嘅工業嗰個增長率係高於60%嘅。所以其實個機遇係十分之大嘅。另外下一版咧，你會見到我哋亦都睇好人形機械人自動化呢一個概念啦。咁喺中國嘅市場咧，其實而家規模好細嘅啫，講緊都係3億美元到。但係講緊5年之後到2030年咧，我哋講緊呢個市場咧，可能係去到34億美元，即係10倍咁多嘅。咁而投資團隊咧已經係好早去研究一啲係同喺供應鏈受惠嘅公司啦。有啲可能係攞到美國客人嘅訂單，而中國同埋喺台灣咧，其實有好多零部件商係做，尤其是做個人形機械人身體嗰部分啦，同埋啲整合者嚟嘅。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中國同美國喺呢個領域都係領先，而中國其實嚟緊呢5年喺呢一方面嘅發展應該會好快咯，係啦。咁再落下一版咧，你會見到宏利中華威力基金到8月底咧，年頭到而家升咗25.5% 啦。其實到9月咧，整個基金係淨回報升咗39%，係遠遠超過
MSCI 金融指數35%嘅，高咗454個點子嘅。咁最主要其實係選股嘅貢獻啦。你會見右手邊幅圖，我哋嘅眼光喺今年喺醫療、工業同埋必需消費品呢啲板塊都做得十分之好嘅。上半年呢，我哋亦都投放咗一啲投資喺一啲新型消費喺中國嘅，咁都做有好好嘅貢獻。而如果你睇下一版呢，我哋睇到行業嘅配置啦，下一版係啦。咁你會見到我哋其實高比重喺IT 啦、資訊科技、工業啦、同埋醫療就正係我哋係投資喺我哋啱啱提及喜歡嘅板塊啦。另外我哋見過如果睇市場嘅分佈咧，台灣係佔32% 度嘅，亦都係高配中型同小型股，因為我哋係選股為主嘅。係啦，而最後咧亦都有一個簡單嘅比較啦。下一版係啦，成績表。咁其實宏利中華威力基金到8月底咧3年，我哋都係喺行內喺同大中華嘅股票係第一個 quarter 嘅，係啦。咁都做得十分之好啦，今年同埋基金亦都攞到2個嘅大獎啦，喺 Benchmark 同埋喺 Bloomberg。